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片来赏析，每逢最没西相逢，观众朋友大家好。一般我们欣赏评弹哈，其实除了听故事以外呢，更多的是欣赏评弹艺术。你看，同样一部书或者是一首开篇，由不同的演员用不同风格来表演，就产生不同的效果。观众呢也能从中领略到不同风格的意蕴。对，这个味道是深受不同的。你行家讲起来呢，一种有叫有成功，有美口，说起书来美谈诗理，笃笃定定，那么听个人点头的呢，还是非常的适宜。为一种语言呢，夸口后宫，说起来当当当当当，说到也是夸这个口腔，以外是也是包括也是做，所以听来呢十分的适合。没错哈，你看，像我们曾经介绍过上海评弹团的著名弹词演员，张振华哈，像他的说书风格就是小说大说，对，观众朋友非常的喜爱。那么像这样一种风格呢，在我们苏州也有一位，他就是我们苏州评弹团的老团长龚华生先生。他呢是说表的功底非常的深厚，对，台上表演的时候可以说是精气神十足，情绪很饱满，很具有感染力，深受大家的喜爱。这个，所以今天呢，这期的名家名片，我们就特别把龚华生先生以及他的夫人蔡小娟请到我们演播室来做客。好，欢迎两位，欢迎。先生师傅都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老妹亲戚大家。上有法对象。是得到观众朋友同样亲戚你。没错没错。那袁小亮，我知道龚华生先生是你第一位老师哈。对的。那对老师的表演风格，我想你是更熟悉一点，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呢？你先生的书啦，你才是现在讲起来突出主旋律。侪是非常的正面化的。那么特别你先生师傅到台上说书，结果称赏，语言而且非常的，现在讲起来非常的神话时代。不一句太粗鲁说个么子的，啥哪个写出了，哪个写去了，哪个杀骨头了，这种非常感性。有一部书呢，我非常欢喜，但是呢，我已经让读了出去演出着，你到后头来再创作的，叫《武则天》。这部书写得非常的好。武则天是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特别是当时盛唐时期了，你起过很多作用。那么江生写这部书呢，你一旦商量，我写书嘛总归有个目的的了，两个目的，一个就是听众要听，一个这一部书要有点分量。对的。那么觉着武则天呢是开天辟地唯一的女皇帝，还是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的执政50年呢，使你的国家呢富强起来。唐代城市也是起了很多很多的作用。那么龚华生先生还特别平凡的，因为以前对你下了不好的影响了，所以我觉得江华生写的这一部书呢，这个题材写得是非常好，所以也获知不少的心血。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先睹为快了哈。一起来欣赏由龚华生先生和蔡小娟联袂合作的长篇弹词《武则天》中的一折。罗宾王的都带来了哈了，都得了我天下当斗之人。你想还有几百是个几百真呢？武则天当我来了，可是你是情愿是吧？因此，武则天先生讲天下第一大都斗，但是他的文采很好。你讲出来让我听听。听一定要听，不用考虑，我懂了。审判我一问，总归冇得我规矩判对个，说得我一无事实个，搿点准备唔不，我为啥子皇帝了？哦，你呀，你别也听，根本你自家也听啊！啪，搿咋一问拿出来嘛？我稍微口子一口，我呀你呀，归临在府之贼。幸非后人，地设黑飞。你学问的人了，你讲一字不读，一字不识，小分下属于一点苗头。那个开宗明义对浪向几句，已经拿武则天这个人给我一个人格了。为临朝府之贼，那叫为就是讲。武则天是以为该当为最终是女皇帝，但拿你眼睛我你看出来，那个是假皇帝。幸非有人敌在后皮，
那个人不像一般的女人，分性格特别温润的人，而且出身是相当低微的。是啊，我弟弟是废木材的生意人，我伯父是种地的乡下人。讲得对，开头开得很好，再念下去，这个人的气度不得了，比人家努力骂，你这样为了责任你的开头开得蛮好。谁从台中下人，生意更易实，今后为贼，为路成功。谁言三弟之事，引导后方之弊，十门计策，我妹不肯杀人，一非公然，我妹偏能不知。可两句话是富士天挖女人的银两已经把你挖出来了。假使搭档他中跟我衣裳的时候，搭档他中发生了勾妻之事，是勾引这个皇帝。李下来呢，还去勾引你的儿子。有两句我晓得啥克子，十门计策，我妹不肯上身。一进宫门，你这个女人一个人也不让，以受公审。那老皇帝们呢，今朝出这个人的比较，明朝出关个人的比较，后面偏能不知。这只狐狸精衣裳面孔标志，偏偏能够迷惑皇帝，没得叫啥看。天下女子谁是好帅？与草总是女子身带，调子虽然老一点，风采不错，对仗公正。再念下，我有委屈是对哈个，为也听了，假如再多去嘛，我对下头两句一看面孔哟，到底是姑娘讲，看见这个两句嘛，我得实在杀客，声音啊会得低沉。非牛于会的，以我君于西。这个，你别看这实际的是，是牛于会的，王后不离海杀客。在接下来，我的一句以我君于西。一上面是落，四个落，西域就是落了。是全家，最流人的。凡是用落，不管是爷，不管是儿子，才可以打上赤裸去干这件事。我负责天必人公进水，还他中皇帝、高中皇帝，还必人之进水，这个闲话多少撒开。负责天面对非非一岁。他们父子两代都是帝王，怎么反而怪起一个女子来了？骆宾王怎么不去怪太宗皇帝和高宗皇帝呢？太不公平了！哎呀，大地气概，这个闲话骂得就凶就恶毒的很。求求你，别记载，天陛下不必生气。给这里嘛，落不出下牙的。你不用这样讲，他们你是人与你是人的姐姐，他们是以为我是一个外女人。再念下去。那个胃口真的很高，万一多去了，我该吃个啥子？我个啥地方怕？石柱上想一把，不你的。来不你们，我这还是搞口啊！打拿起来。带正上头一字一句口得好的句子，你还要称赞两声；口得语中实在不良句子，谢谢。我你看这个闽西人多少迂腐啊！你给我当我装个神明，当我装个神明，记得混账头顶。是我是谋杀自家的男人，谋杀自家的亲娘，谋杀自家的阿哥，谋杀自家的阿小。自家阿娇桩是地狱的阴头，
因为你的高宗皇帝两高头有勾起之事，把我上见了，你内外人觉得不面孔做人，是侬娘我们那么都没啥的，皇帝我们那么都没啥的，狗屁不通了，就是我弑君绝魔。高宗皇帝当我夫妻啊，做几十年啊，30年我打你两家头很深领受，同日势力上升，我要你死，哪能要你死？30年当中我平平安安，而且为你精心治病，你死是哪还觉得我不对了嘞？我倒想起一桩笑话来了呀。为讲笑话啦？什么呀？如果你是人静静改看，只看到人打你出一个题目，还有你做篇文章。我有你文采好，对仗公正，里向有2句句子，只看到人看得会得心酸。哪2句么是呢？叫家兄谁不死，说地刚难放过，对仗公正。阿哥死了不必，兄弟死了刚难。后来只看到人问里说：“你哪会得这样丑？弟兄两高头在死他上来一个字。”这个读书人到底想想，是我阿哥嘛是死他噻，而且嘛死了我离开，兄弟们到现在为了让，我只要文章对仗公正嘛，我虽然你死也死。哦，原来你到为只要弄我摸得狗血喷头，也使得我世界上500个坏女人，因此一切财命才交到我头上下来，还是打这个读书人一样与我。再看下去。下几经那个军位子了，或有负责的也还好。这2句句子笑得愈深愈深。悲声动而不风起，剑气冲而怒对平。可一句大话，手相披靡，周无不胜。他也形容得了，好像是今日是温朝胜去了，都没用装的军官，我。你不觉得你诗人在说他话吗？扬州就是你可知晓怎样了？那我都不晓得，谁在我水里下经过的？扬州是现在危险的不得了了嘿！扬州之事吾儿晓得，不晓实体，扬州城是今日谁要谁君不了？天！那是今日怎样如此的不经大呀？这就叫得人心在身，失人心在背呀。有道理。再看下去，你从对仗公正句子还好，特别是达到什么一句了，但是负责的怕欧教授开头开得好，结尾结得更好。什么一句我到现在为了引用。叫清苦今日之月中，今日谁家之天下？谁说明白你负责替皇帝经过走天哟，还是离开了一个天哟？话不虚说，罗宾王高手是一个才子。我是独生，难得多知分，罗宾王他个人才越深。文采好，落地真正遇见杀生，我这个再相逢一天，他是因我放追着于在身上，他对着的人言。再想知够意，这个女皇帝好奇葩，
外头的李一龙听得人为的吼出声。罗宾王摸得你狗血喷头，你是大快人心的，你居然为他讲上两句话，再想不来嘞，上有本事的才子拿放力对抗敌人的人来。哦哟，这个人好雄伟呀！干嘛是分家好的了？你不批上，也没法批，一批得里1分钱都不是。谁好啊？谁好？谁生啊？那好文章，谁好文风烈？因为他昨日不敌老百姓黎民，血口他不为心。整个一篇文章，通篇分为民亲民，分地沟老百姓生。这个是的。这篇文章至今为止，跟文国之王下记载，整个一篇文章攻击负责的师德，碰理当王室，碰习今日，好到大家起来反力501句，使老百姓师生后也。朋友讲，是罗宾王收获，不是？因为负责的当政，老百姓生活过得非常好，这个内容小不精。所以你只能够用正统的思想来想，负责体不能一领就领出来，这是细致啊。上一的第二名发在春季时，你的不为黎民，你心什么病？手儿风水不能言。不为老百姓来追杀的时候翻个气，当他送到卫生岗的闲话，我们都在忘记得勾勾心心了。为了杀个快活理当江山，我上代这个周迅才忘记了。当他送讲老百姓是士，皇帝是蛇，皇帝的杀手要开出去，一定要士帮忙。士能载罪，亦能获罪。那是个对老百姓对得好，这个一杀手就能够一往无踪，实向前方。是个呢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处于士生风雨之中，狂风大浪一起，那条手就要飞在忘记他，所以他虽然是一篇好文章，不是一篇好一文，这美中不足，谁差离分。北风，这个女娲的是一代里，天陛下，可因为依照你的意思，写一篇文章非不与他。不必了。为什么？扬州兵败在即，何必浪费笔墨？哎呀，那么这一篇一文，为不为吕氏吕氏？哦哟，这个人家对我真好，真忠心，懂你的意思了。想明白了。你怕奋战是回事，我负责的提出，非得留下恶名声。三户后事也我，所以呢，想小篇文章，把你一道捋住我。我想这篇文章捋住律师，被人家这些人来担着女娃的是哪一个人？大致真正是一个说不说话女人。那么我写一篇文章，走我海外，我这篇文章啪，这篇文章写下来，2篇文章一道捋下去嘛，有一个真理。好比的。不儿啊，不儿！我是开天辟地的女皇帝，起功以来第一人，20年我听惯了骂声言，
我没生理，上天不害怕，身为对身对命。我为了让别人讲我，我出入房门，一切要了之。我细致让你多干些磨好了。我一天1万人当我发大讲，身体上气不够，身后何必于你？但是我坚信那公正的事家中为有，将来中为有公正的历史要讲，我负责天一定为证明这天推公罪上人兵。我这个皇帝到底对老百姓是哦，天推公罪是与后人并论，将来一定会得不我有功的。负责天眼光看得好有啊，毛子1000年，毛里是个皇帝人，1000年以后中国出来的历史要讲国门上把你彻底翻了眼光要看到1000年之后的了来想的。这篇文章我特别来想，另外的我要来想的。小少子讲，你说说与神把招实现，不把你飞机送出山，人送这样罪的你将军，你叫他切莫伤害这一位女诗人，让罪人铺罗宾王保守他的性命。是。我不是保你的人，我是保你的神，要保守他一生真是好神心。好耶！人家努力磨得只身无敌，实际上像这个人做来是气刀反挂，临时处死。但是负责天关上扬州神铺，罗宾王不能伤害。罗宾王分析，我这一条性命后来到杭州凌云寺出家做和尚，啥天负责天要是让做业，我有几句闲话可以总结：通日在，欲得于谁在？爱惜神在，欲得福谁在？从日神在。福德与谁在？斗鸡存在；福德福在在，毁灭神在。负责天一生从谁？所以你50年能够留不败之地。我们常说啊，我们希望我们的评弹演员既能够说书，又能够创作。你看，因为评弹演员常年在一线跑码头演出，更了解观众的一种心理，也更具有丰富的经验哈。那么我们知道，这龚华生先生呢，就是一位既能够表演又能创作的一位大家喜爱的优秀的演员。对，你先生呢，非但是个表演艺术上像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呢，也是非常多彩一个作家。你像我跟你个店里说，我晓得你上次很多书的除他那个武则天啊、三个组尾部啊，那还有许多个中篇，乃至开篇，像新阳南湖新柔、三枪里七品书啊等等，开篇是已经受过称赞。所以一个演员能够写这样的作品，而且非常的成功，我觉着是非常的可贵的。作为一个演员，既要演出又要创作，我想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哈，蔡老师。那我想，像你们刚开始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非常艰难。对，就是能够自编自演写一些节目呢，主要受潘伯英老先生影响比较多。那么潘伯英呢是这个启蒙老师，那么经常跟你说的，作为一个好的演员，要学好书，同时能够自编自演，这条路能够走正了，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这个几十年来呢，你毛德里几日夫妻呢还是合作者，所以还是上这条路走。所以小佛山上篇在军务生写，我军务生呢负责写，我呢负责编车队，那么里面进行修改。那么就像魏晋生同志讲的，是军务生呢蛮像潘伯英的，有一种拼命的精神啦，你该创作全身心投入的。那么为你平台头的曲三郎来先生还讲的，看见你两家头一旦出马头嘛，你一蛮眼热，说难写之书啦，容易成功。啥个道理呢？因为你是自编自演，
周周作家写这书还不其他意有说，那个一概随成功事体不大可能的。那么你自编自演呢，譬如说一张模特设置，下一张模特的觉着的不对，马上就可以修改，就是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所以我觉着自编自演的一条路呢是非常正确的。说的没错哈。我记得龚老师自己创作演出的长篇《三个侍卫官》哈，其中有一个选回唱的是主人公啊。就是从南京到上海，沿途的情景、心理活动都做出了表达，唱得又快又有力，而且曲调非常特别。这叫什么来着？你不晓得吧？那个不叫这样的，不是长的，是一种民间的曲牌，叫乱鸡蹄。乱鸡蹄。是个一批那个几两天，个速度快得不得了，又像那个通俗音乐中的 rap。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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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个难度很高的。既也可以只清爽，让听众自然听清爽。那么也几声哈，那一个是等来的，就是要一起吼人，哒哒哒哒哒，所以非常的难唱了。特定的情况之下呢，可以起到很好的演歌。那么所以是这个一头就是用个乱鸡蹄来唱的。那么是么你到那模特上演出辰光，肯定个演歌是相当不错的吧？搿一头唱是呢，你也商量的，因为你是主人公呀。得到这半途山是一赶到上海去位居地下党整个的组织，就是觉得不得了。那么用啥个唱腔来唱呢？哪表达法子呢？那么中生的唱呢，来听众啊，大家侪晓得。但你个说功呢，相比之下呢，你个说是比较简单的。那么你随用一口歌说功放在这个唱片里向，随用这个逻辑的方式。一口气从南京唱到上海，的的确确演个比较好。那么有不少听众打电话来写信来，说这个一头么是这样表达呢？你蛮追求，还蛮欢迎，所以你觉得呢？听众能够追求，就觉得蛮开心。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龚华生和蔡小坚合作的《三个侍卫官》的选回。形容一句，大风的心要从这里向跳出来。一口气搿问地方浪向清清爽爽几个字，上海杨浦区张学飞当一名，供出上海组织部长金钟等首人，以谁不切莫扩大政策，以及一网当尽，请为首谁绝对必。看几句提问，一口当即力度。不能够不了这样，小王。宋美龄看见了，看见大公进来手里向弄一大公子呢，不能口气。谁是抓住王想想送进来的问题？哼，像王想这样啊，真的是一个跟眼我的，啥个是自家眼睛嘛，非要离发你来的。哼，大风，是王想叫侬来的吧？到底啥个要紧事体，一定要来让28年北京乡委有啥个去？哎呦，搿叫我当帮真我嘛！夫人那发脾气了，其实08年坚决不来公事，根本我随口神泪而下，马上往外头跑。刚刚要想不周身，这样叫做，毕竟是这样叫做。来别口里今家08年那让搓麻将，好像预爱得劲。你在脑子里想一组个人类不得，王想这个人见夫人是破，今家里大概打不能让夫人骂了几句，你出妻子之后，自个的当事体不是吉事呀，我可谁带门家来就好。啥地方要采访把机关叫大风在宋家里向，这个谁是说明今家这份地方一定要不我可，而且一定要我当然做出这个。搓麻将毕竟是不想的事体，开口了。两张来宾为了让口自家的福报紧张关对。这个好不啊？什么地方？拿来给我看。一下嘛，大风这个人慌，只好答应。是一来，你忙身体里一步追过来。当日之间的大风，自家已经不晓得我留来他白，铁包不漏水，他这样叫他们的。李官上拿得几颗符尔架，不好为的，只好拿到你们的。他这份地包一送上去，你马上下一道命令，上海整个的要当水火台了。谁说了让这个铁包铺当中要想一个应急的办法，那让追到第5步路的辰光。好一个大风！
个人与啥自己七步成章，今朝大风啊和台北，那让第五步路人光不里想出了一个应急的办法。那么来说是个是不是要碰碰里上是一个上草，绝对不是上草，是个下草。上天要出此下草，因为如果不出此下草，这份地包马上就要送到江上到水里。我为啥要说你下草？你这个办法一用之后，大风身份从此有水发落了。好容易进市中市，真正上一来必须要出市中市，不能够再进来。但是天兵村浪向等一等分量，如果不用这个办法，自家身份不暴露，上海地下党要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就很轻松得失。因此出此下策，虽然是下策，是下策当中的上策，一步一500个地方一步一步追到江家的门前，面孔浪向这样笑嘻嘻。为啥？其实是很不啥大事体，上下凡事体正忠心耿耿，因为这份地包浪向有高级2个字，因此你今朝半夜来送不来外入口，为啥？来百姓真用，哎呀，我这份地包多一多，送一领带一些。对里妈妈们一样，一个人一个水太难呼吸。你说，这多一个他可以可能不是这样，这一对弟弟，好，大林，这年一多一多吧。谁了啦？多一多浪下么我好的，腾，地文当开，也有地正在做个，实体里在这里多是高地吧，地文浪向还会一家不多出来。但是虽然是多个是高地方，这份地方读出来也像高级地方，也像真正北要送到来江上到水里的地方。如果读出来的地方富贵同样平平攘攘，江上到马上也起你心，不对，这种地方当上了高级。我那哥哥大落到水里，自己就要抽吧，所以不容易聪明之士谁来那个地方？为什？上海军派司令部来的。上海虹口区日本军人新调来一例海军陆战队死于侵卫之役，时肉失之，侵卫受裁决。上海军派司令部司令杨后。听我个军人，我们苏美人别对你下生气呀，是你下个为主。别人的事情，他一定要在那里把你的印象为有3个妻子。杨家老一听是俺一问地方，我想一想。口啊分口，啊分落到水里向，说的个副包要进关头，清一色，看你动听讲了孩子。我来是一副辣子，一听个问地方，哦，原来，按你心，没啥你心下去。上海虹口日本军人新调来一例海军陆战队，死于侵犯大上海之役，这个是攸关国家危亡的大事体。这问地方应该当高级，而且应该送不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因此符合路线，但是知己知彼才能够发展发生。江家那个既定国策就是上位必须而来，宁可对共产党错杀3级，不肯放出一个，而日本军队你可以一再容养，了解了对方才能够走身对方。所以江家到这里想勾一句你告诉上海方面，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大惊小怪嘛。是，听见2句话人呱呱呱呱呱呱追到自己门跟随，小咖啡门嘎嘎一开，地高喉咙我江家那个闲话重复一遍。魏总区是叫上海方面，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大惊小怪。是，这个是告不走的，该是江家老说呀。我对王相是没办法疑心啊！你只好相信这2句话是江家老讲的，所以门砰一关，望见马头出来，哗啦就中一横，笑嘻嘻往里门前一伸。大家为什么可以来听听？也不是龙马哪会那么听清？跟他我和我谁不落，事业谁不落？中大之位有啥无愧？立即行动。罗里写的不要轻举马路，哪个不要大惊小怪的了？啥个意思不懂？趁着自家兄弟们在里家当地北门人，不过啥吧，一把听着对人讲，我经济可以要发脾气的，他比里下做业的错没的，
每个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大家一定个随时记得个都是。第八，马上地板里向一放，搿只水电早市上去可走下来。好的，今朝对侬勿是啊，对我用勿少辰光，我跑了。一只手表呢，想拨我打量一天，也不能等待你把银子收入好了，身体不住了，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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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石岗以来，大风是不是大功告成了？刚刚追到第一步。虽然眼睛问题讲叫到某个了，但是某个里的时间有限的，功夫不负有心人。真浪向前步一丈下头。这一套英国和你西装的红头是领大西把个衬衫头浪向头发湿得杀光，打一点动分嘛。这一开始你大一家浪向不何必了，擦得脏洋人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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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离开美龄宫，直到七错房。他在后院中。大喜技能，莫提狗海，莫提狗海，姊妹神。最近西错房打开西错门，开出一辆林肯马，一个走往公路奔，据同志的申请人家纷纷秒秒必须真，魔力开到不什么，大后出口一地十元。眼睛一杀中山门的依赖林，因为你是始终是你军用措施的条条龙可以开路灯，风势地出来的夸大军用机长，军用机长开进门。车子开到飞机房，周机组长节节上地奔，看见大风到，忙问啥事情？大风下汽车，水中提供问，因为你是始终是你大红人，啥因为的企业心，外号委员会有长个亲笔签名，蒋中正交代爱落进好3年，就令飞机师马上随飞人，大风上机器，马上随关门，移开扶梯，发动机器，飞机随即向上升。乘客之机上情缘人，呀大风呀心对，大风呀心对，为予的夫人。飞主机关抽普费，老将此刻共识人的各自机场上我忙，紫金山、公水松、中山陵、北京人，赛过正港金山时，富水外山已经爱地灵，刚刚忙起收最后全他，国际外地已经下里西下人的龙河机场，平安河港，定机病人。这是预发到1小时，已经从我们南京飞到上海城的大风刚刚送起错，嘿，哪里想得到我们南京方面已指定蒋校长发雷令我只一道死命令，一定要拿大风杀回南京西门，一定要拿上海共党说得杀清，王强马上送飞机，跟踪再到上海人，又加了挖桥相机，心慌紧张西万分，一大脑不停西罗斯，鬼子越来越进取，声子越来越动听，一唱得给他美出来。门家在唱不大家听。好，观众朋友，这期的名家名篇赏析就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龚老师、蔡老师来做客，谢谢你们。谢谢先生师母的光临。也祝你们身体健康，艺术青春常驻。谢谢。谢谢。好，观众朋友，今朝的节目呢，大概大家一段落。那么下一期的名家名篇赏析呢，就要裁定4期。因为为之配合因为个宣传呢，也要做4期。因为个特别节目叫《hồ nông兒女12云》，欢迎大家带辰光收看。好，观众朋友，大家再会。再见。